親歷其境嚟到第2輯啦，好開心再次為紀律部隊嘅節目擔任主持。今次呢一集係講香港舊警署歷史嘅，呢啲建築都充滿住好多歷史文化，而且而家已經活化成好多唔同嘅用途，例如好似流浮山警署咁樣，就變成咗導盲犬嘅訓練所啦。喺嗰度仲可以睇到狗隻訓練㗎。跟住就係中環半山嘅警署博物館，呢度除咗收納好多展品之外呢，仲有好多科技互動，例如用 VR 或者 AR 去玩，好似呢個咁樣就係可以同警犬一齊出勤啦。喺呢個博物館裏面仲收藏咗好多唔同年代嘅警察制服，仲有女警係着裙㗎，幾英勇啊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歷史，記得留意《親歷其境2》第1集啦。今輯嘅節目會喺逢星期六夜晚7點半開 TV77台播㗎，大家記得嚟支持我啦！